2015至16年度季節性流感防疫注射計劃喺2015年10月15號展開，合資格嘅市民可以分階段到醫管局轄下醫院、專科或者普通科門診免費接受防疫注射，包括有長期健康問題或需要長期服用阿士匹林嘅兒科門診病人，65歲或以上喺專科或普通科門診求診嘅人士，喺醫管局轄下專科或普通科門診求診嘅智障人士，以及下列領取綜援或持有效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人士，分別係喺公立醫院診所接受產前檢查嘅孕婦，任何年齡嘅有長期健康問題人士，50歲或以上嘅人士。而喺11月10號起，所有65歲或以上嘅人士都可以接受免費防疫注射。至於通過內部安排嘅家禽或養豬從業員，以及從事屠宰家禽或豬隻行業人士，可以喺11月16號起到醫管局轄下嘅指定診所接受防疫注射。其實每年咧嗰個病毒咧都會有變異嘅，咁一般健康嘅人其實患上感冒之後自己慢慢都會好，但係對於一啲風險高嘅人嚟講咧，佢哋會比較容易係留院啦，或者係甚至乎產生併發症，甚至乎係死亡嘅。咁而呢個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咧，就係好好咁樣幫我哋去預防患上呢個感冒，所以高風險嘅人咧係好應該打呢個季節性流感疫苗嘅。今個年度所用嘅季節性流感疫苗係3價同4價北半球流感疫苗，分別用嚟預防甲型 H1N1 流感、甲型 H3N2 流感，以及2種近年流行嘅乙型流感。其實如果舊年打咗咧，今年都應該要打嘅，因為呢個流行性感冒嘅病毒咧，隨住時間會變種。咁我哋嗰個季節性流感疫苗咧，其實都係因應每一年流感病毒嘅轉變去更新加強呢個保護。咁況且就係一般我哋打咗疫苗之後咧，自己身體會產生抗體嘅。呢個抗體隨住時間會慢慢即係消失啦。其實呢隻疫苗咧係一隻滅活疫苗嚟嘅，唔會因為打咗而產生有流感呢個情況。咁世衛好多資料都顯示咧，呢隻疫苗對孕婦同埋 BB 都係好安全嘅。有關詳情可以向各診所查詢。